我的是失败。第二站，耶稣愿袂记得条命，当大艰苦交加，世上下流扰乱心灵，听心无力改变正经，人家也生袂通，受无康复心灵。自你到台湾所着罪，无论单独做伙，内心坚定抱负意向，远远无天也望，永无世界罪过无还，救赎功乐完全。好，咱做伙压头来祈祷。主啊，是假，真正是阮最高的模范，你的救赎嘛，互阮完全。主，阮感谢你，带阮过后伫拜堂做伙来敬拜，求你清气阮的心，开阮的耳孔，互阮安静来到你的面前，甲你搁一摆来相托相结连。主啊，愿阮所念的，阮的祈祷，都会使到你的面前，成做芳芳的祭。愿你欢喜来接纳，阮大今仔日的敬拜交托伫你的手头，阮安尼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阿门。
上帝徛伫上帝的会中，伫遮的上帝的中间得审判。恁审判无照公义，顺歹人的情面，要到伫时啊！查到来吟圣诗444首，主，你调面何等清楚，请起立。家里的未来我来信，明白你最万物主宰，大地起鼓我心，为的我的失败，耶稣完美一点，调明当大干口高给，谁就下流了乱心灵，听心无来改变情景，能家也先为他修补康复心灵，不安心境好心都所行，做爱好因勇行，美好心的愿的学习，才袂空空辜负主命，掌管无过失错，也扛住阮现路。祝你交代我所着做，无论单独做伙，例行工程抛负英雄，远远无停也望仰望，世界最高魔幻，救上功乐完全。撒甲用主甲是咱的祈祷文，咱做伙齐声来祈祷。愿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灵亲像伫天灵。迄日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市，着叫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煞接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定是一个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我上天，担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就替过我永远的活命。阿门。会众请坐。启应文交托，信息后面第50篇。信息，做伙来读。至悬上主的神临到我，因为上主又因我，找我去传好消息，予散赤人，去医心灵破碎的人，宣布受掠的得到头棒，受关的出家路，
宣布上主恩待人的年，甲咱的上帝伸冤的日，安慰所有悲哀的人，伫失安悲哀的人，互以花冠代替恢复，欢喜的油代替悲哀，赞的衫代替忧伤的心，因受称作公义的树。上主在前来显明伊家己的荣光，我要用信实甲因报赏，要甲因立永远的约。因的后代伫列国会得到好名声，因的子孙伫万邦嘛会出名。这声，所有看见因的人会承认因是上主赐福的子民。咱做伙额头来祈祷，至高至尊至圣的阿爸爸上帝，阮用感谢谦卑的心，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对阮随时的帮赞、保守甲看顾，互阮伫外面的世界随时变换时，也是阮自身的健康、工作、生活有挑战的时。总是会当一摆搁一摆来经验到你的同在，得到对你来的平安。上界感谢的就是会当伫安息日搁一摆来到圣殿来敬拜你。主啊，阮真正对心底来感谢学罗你。阿爸天父，对旧年底开始新冠病毒的疫情，就亲像盲雾一般，一直大坎伫每一个人的生活，甚至是心情的顶面，佮定定是乌阴无退散。有当时啊，盲雾小可散去，透一丝丝日头，无偌久就搁大满。阮想要把即个盲雾放袂记，佮惊无细字无去注意到，颠倒去受到传染。主啊，你有讲过。我将我的平安赏赐恁，我伫互恁，毋是亲像世间伫互人的款。恁的心无得白目，嘛也无得惊吓。虽然即个新冠病毒的疫情，互阮不得已放弃出国，又搁一定爱戴口罩，袂当定定聚会，嘛带互阮惊吓甲烦恼。毋过，透过即一年，嘛带互世人新的卫生习惯，所以流行感冒的人数嘛比往年搁较减少。搁较重要的是，互阮学习伫惊吓的时，会当安静到你的面前，透过祈祷，透过你的话语，我靠你得到对你而来的平安。主啊，你是早在、今在、永远拢在的上帝。你是久长伫咧，永远无变换的主。不管世上是新冠病毒的第二波疫情，也是美国猪肉进口的事件，主啊，阮拢要听你的话，伫世俗中来分别做成，显出阮虽然软弱，毋过会使照着耶稣基督幽愿来定得甲平安。求你的圣神随时帮赞阮伫即个时，搁较会使行出你的款式，做出福音的见证。天父上帝，最后阮嘛要祈求你的祝福，你的圣手伫阮教会每一个兄弟的身上，伫因的工课、因的学业、家庭甲生活，针对因的需要，提供因教育的引带、带领、平安甲安慰。愿安尼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来祈求。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恳求你听阮求，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听阮恳求的声。
俄罗本堂圣歌队来献诗，因要唱的是《哈利路亚》，吟诗俄罗。感谢圣歌队的俄罗，真正上帝是堪得荣光甲尊贵，直到永远。咱的俄罗要归乎全能的上帝。圣经强讨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马太福音第25章34节到40节，新约圣经第19面，马太福音第25章34节到40节。
迄时，王要甲正平的讲：恁对我的爸，恁对我的爸得到稳定的进前来成结果，就是对创造世间以来甲恁备办的。因为我枵恁捌互我食，我喙焦恁捌互我啉，我出外恁互我住，我脱目体恁互我穿，我破病恁看顾我，我伫家呢你来找我。迄时奇人要应伊讲：主啊，阮什么时看见你枵来互你食，喙焦来互你啉？什么时看见你出外来互你住，脱目体来互你穿？什么时看见你破病，也是伫家呢来找你？王要应伊讲：我实在甲恁讲，恁既然惊伊伫我的兄弟姊妹说的一个，就是惊伊伫我。讲道，请彭牧师讲道的题目是三疼三扶持。弟兄姊妹平安，真感谢主，互我搁一遍有机会来到咱南门教会，甲咱兄弟姊妹做伙敬拜咱的上帝。也搁一遍要代表着台湾教会广播社，感谢咱长期以来对这个文字事工的关心，为着广播社一切事工的奉献支持。咱知影，伫2020年，咱受到这个 COVID-19， 也是讲武汉肺炎一个影响真大。总是咧，咱知影一项代志，就是这个武汉肺炎绝对毋是人类第一遍的一个疫情。总是咱嘛爱相信，这个武汉肺炎嘛毋是人类历史中间的最后一遍的一个疫情。但是咱要安怎会当透过着善用所谓这个危机，会当搁一遍参上主来参新君，诚做咱是一个人生要紧的一个课题。嘛，望这个文字的事工的工作，的确扮演这款的一个角色，帮助咱随时调整咱家己，会当参咱的主三千君。咱做伙来祈祷。是阮的主万权的上帝，献上阮的感谢。主，阮相信，透过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遮坎，阮的确是参上主搁好，互阮会当真清楚荣耀阮家己有一个上帝宝贝儿女身份的一个记号。这个时阵，恳求你也互阮会当搁一遍透过着圣经顶面遐信仰前辈用因的血、用因的肝，诚做目接所写落来的见证，帮助阮参主哪来哪亲近，也所做一切的确是应光主的名，利益伫众人。也利益阮家己的性命，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今仔日我要用这个三疼三扶持，甲咱做伙来分享着要安怎伫这个主的疼内面，咱搁一遍来看见着讲兄弟姊妹之间应该有啥物款一个互相的一个合作，也是互相彼此三疼三结连。今仔日咱的所看的圣经节是记载伫马太福音书的25章。但是马太福音书的作者，伊有一个真爱用的一个手法，这个手法就是讲，伊会将几个故事结连做一伙。咱所看这个25章就是一个真明显的一个例。伫25章内面，伊用3个故事连起来。这3个故事呢，分别咧甲咱讲人的人生，咱爱事先做备办，了后呢，爱良善忠心伫主所交托的一切代志。搁再来，就是今仔日咱所看这段圣经节，讲要安怎关心帮助伫基督内面有需要的兄弟姊妹。我甲伊称作讲，这是真正上帝国的3部曲。首先，咱就来看，讲这个马太福音书25章第一个故事咧，甲咱讲啥？马太福音书25章第一个故事，也是讲第一个譬喻，伊去讲起着，讲有10个少女诚做是伴嫁要来参与伫一场结婚的一个场合中间，所以呢，有5个较聪明，有5个较愚戆。
聪明的事先准备油灯甲油料。伫遮咱来先问一个问题，真奇怪，是安怎犹太人伊咧结婚的时阵，拢爱伫暗时啊进行？那你若毋免伫暗时啊进行，就毋免备办这油灯掺这个油料。当时啊，讲犹太人因咧计算每一工的一个算法，是对日头落山了后，黑暗进到光明，所以日头落山是一工的一个开始。到伫天光了的时阵，讲黑暗进到光明，这是因的一个算法。所以咱会当真清楚的了解，讲安尼通常因的一个结婚一个典礼呢，就是伫即个黑暗中，伫暗暝咧进行。总是呢，新郎所住的所在有远有近，所以因除了爱准备即个油灯以外，嘛爱传即个油料。所以第一个故事，伊是咧结局，就是咧甲咱提醒，讲咱爱做提早的一个准备。换一句咱现代真爱讲的一个话，讲爱超前部署，爱超前部署。即只互咱看见着讲，即个聪明参牛公上大的差别伫什么所在？就是讲，迄个会发生的总是有当时有意外，咱是毋是事先有准备好即个备办？所以咱今仔日嘛会当看着讲，当全世界拢受到即个武汉肺炎一个疫情一个真大一个影响的时阵，真感谢主。台湾对顶到下，咱的医疗人员甲咱全体人民拢有注意伫即项事顶面，所以会当互咱看见，讲一个事先的一个准备，的确会当帮助咱的一个人生。这正做马太福音书的25章即个马太福音书的作者首先要甲咱讲的。煞接咱就来看马太福音书25章第二个故事，伊是咧讲起着讲有一个主人伊有一个财富总是要外出，所以伊将即个财富呢分配予3个无共款的财政伊的管家来做财务的一个管理。伫即个故事中间有看见着迄个领5000的，掺领2000的因拢有真照起工，所以到伫主人回来的时阵，主人真欢喜，而且呢，应允要互因管理更较多，会当来享受伫日后主人的一个荣耀。总是呢，迄个领着1000的吼，伊煞将即个主人所交托予伊的，伊家己藏起来。但是呢，伊辩解讲，即个吼，伊是不得已，所以安尼做的时阵是要为着要保持即个主人的一个财富。但是这段圣经节即个1000个伊安尼所讲，虽然表面真合理，实际上伊是一个真笨蛋的一个动作。伊将家己的一个才能家砍掉咧，放弃来享受荣耀一个恩典。而且咱来看一个字，讲当即个5000、2000、1000。即个5000、2000、1000，其实伊若是圣经原文内面是咧讲着一个 talent， 一个 talent， 即个 talent 是啥物？即个 talent 就是后来咧英语发展出来一个人的一个 talent， 所以表示啥咧？表示每一个 talent 拢是一个才华。虽然你敢若领一个 talent 吼，一个 talent， 总是你嘛是一个有才华的人你毋通将即个才华甲伊砍掉咧。若是安尼讲，即个一个 talent 到底是偌济啊？那照圣经的学者因来做一个计算，讲每一个 talent 差不多是迄个时阵的一个工人，因爱工作16年半的一个收入，造一个 talent， 安尼有偌济？咱若照咱伫台湾即个劳动基准法上基本的一个工资的一个计算，那安尼主人要出门的时阵，我那交一个 talent 是交超过500万，也是讲500万顶的。遐尼大笔的一个钱交伫一人手中如果你无甲伊做一个发挥的时阵的确，即个圣经的作者伫遮是要指责着讲，人无照起工来发挥伊一个才华。有一遍台湾教会广播社来办一个写作的一个宴会，伫迄个写作的宴会中间阮有送每一位学员一支笔，迄支笔是一个新鲜的笔总是呢。当这学员开始要来用这支笔的时阵，煞发现一个问题：哇，恁广播社哪散到吼，连发一支笔互人的时阵，伫遐画半步拢画袂出来。当时阮是有用意，讲一支新鲜的笔一开始呢，内面的一个墨水呢是充满的，但是迄支笔这广播社卖物件真罕慢，所以放真久拢卖袂出去。全迄支笔刻真久了时，虽然内底墨汁是充满的。不过咧写时却写袂出来，你兄弟，是毋是咱有当时咱将咱家己的才华甲伊砍掉的时阵，到伫当有一日
当发挥有迄个机会时阵，咱嘛失去着迄款将才华发挥的一个机会啊。所以，互咱看见着即个第二个譬如呢，伊最主要是要讲，人毋通做迄款无负责任的一个行为，就是将你应该有的一个才能，应该发挥出来。若是安尼，咱来看，伫马太福音书的这25章头前2个故事，对人非常鼓舞，鼓舞人爱一个真积极向上，爱真努力来进取，这非常好。不过咱来看马太福音书的25章，如果若甲写到这，就来结束，无咱今仔日所看这段圣经在的时阵，那安尼吼，我要邀请咱所有兄弟姊妹，你甲我做一个动作，全这本圣经吼会当甲单调呢。哪有人牧师咧叫人讲圣经单调？事实上，咱来认真来看马太福音书第25章，伊所表现出来，互咱看见着讲马太福音书的作者，伊的确真重视讲对门徒爱培育，咱真照起工。不过，咱要相信，人的一个社会中，就是天生有无公平所在，有真弱势。我就是无法度准备，我就是无迄款的一个才华。总是若是安尼时阵要安怎呢？就是互咱看见好佳哉。马太福音书第25章到伫上落尾，伊要甲咱讲起着讲，当咱伫遐咧准备，咱忠心互主所用，这只不过是过程。要紧的是结论，是亲像咱今仔所看这段圣经，就是讲要安怎关心帮赞，伫基督内面有欠缺的遐兄弟姊妹。所以当咱看到今仔日第3个譬如。来讲，迄个做伫姊妹是兄弟身躯的顶面的一切，就是做伫咱主为着咱主所做。这表示主耶稣基督，伊就是弱势者的兄弟，三疼三扶持，就是咱整个基督教一个核心的一个价值。也是今仔日我所要表明，讲咱不管是啥物时阵，咱伫主的疼内面，拢需要三疼三扶持。今仔日是文字事工的奉献主日，搁一遍感谢。南门教会恁的关心，伫遮我嘛要来介绍，讲这位文字事工特别就是创设台湾教会公报社的这个巴克利牧师。巴克利牧师呢，伊来台湾服侍60年，伊伫还未来到台湾进前，伊就是伫这个英国真出名的一个电器专家，名字甚至被写伫这个百科全书顶面。不过呢，伊愿意付出。奉献的一生来到台湾，到伫迄个时阵，被人称作讲是这个毋捌字阁无卫生的一个台湾这个所在。表示讲，巴克利牧师的确咧，伊是透过着这个文字，透过着伊来创办这个教育，要参咱兄弟姊妹做伙三疼三扶持，帮助咱的一个心灵。是安尼，巴克利牧师伊伫16岁的时阵，就来写这个献身文。真做侪人感觉真了不起。不过呢，到伫巴克利牧师因年老的时阵吼，又咧讲起着讲，伊迄个写献身文迄个时阵一个心情。咱用这咱来搁一遍来看起着讲，啥物是一个人伊要安怎事先备办，然后为主所用，到伫结局咧，伊感觉人生上价值上意义，就是爱甲兄弟姊妹三疼三扶持。巴克利牧师伊到伫年老的时阵，伊咧写一个回忆录，伊就咧讲着，这是发生伫伊写献身文进前16岁左右的一个代志。伊讲有一天，伊参伊的老爸，到伫因老爸的朋友的所在徛起的所在，伫遐咧佚佗，感觉咧真好，住伫遐安尼有真大间的厝，然后因做伙伫遐享受安尼真青草的一个中昼顿暗顿。所以巴克利牧师呢，伊讲到伫暗时转去到厝的时阵，伊就来写，毋是献身文，写我的志愿。16岁的囡仔写我的志愿，伊写啥？我真希望我将来会当做一个真好嘅生意人，而且呢，赚真侪钱，买真侪土地。这真了不起，真有一个咱讲胸有大志。不过当巴克利牧师伊讲伊安尼咧想的时阵，说。头壳中有另外一个声咧，甲伊讲话啦，咧甲伊讲啥？伊讲你袂使安尼做因为你将来要做一个传道者。伊讲迄个时阵想到遮想到为着讲到底是要做传道者，还是要做一个真好嘅生意人？想到老目屎伫遐咧哭，
我足艰苦，到底吼毋知要来选择。不过总是到年老的时阵，伊讲伊为着即个选择咧，心存着感谢的一个心。虽然这是一个真旨味细一个代志，不过因为即款的一个决定，被车派到海外，嘛到这佛摩萨，伊为着这样代志，逐工咧向上帝感谢。然后这伫遮，我所要讲的，毋是要讲一个人所选择的职业，传道者则是好，还是讲做生意就无好，毋是安尼。这最主要，我是要透过着别个的牧师伊的一个心智的一个改变，来去看起，就是讲，哇，虽然一个真巧的人，伊可能是一个人生的一个胜利组，总是呢，伊感受到讲，什么才是一个基督教一个核心的一个价值甲精神，所以到伫后来，伊选择爱参在有缘伫圣经，也是讲对即个上帝教示无清楚的人，甲因三听三夫妻，就是帮助因来看见着上帝的一个话，这互咱了解着讲三听三夫妻的一个重要性。所以即咱嘛来看，讲伫咱整个长老教会内面爱去讲到一个人，就是加利文。加利文伊是个改革有一个特色，伊即个改革的特色就是讲将即个 hospitality， 就讲对人一个好款待，咧对人真善良。即款的一个态度，爱甲伊制度化，变做是一款的一个福利基金。咱看即个字吼，即个 hospitality， 其实伊到后来就发展讲，对人生理上的一个关心，就是爱到病院，就是 hospital。对人心理上，爱互伊有一个中途休喘、休困，甚至讲对人到伫临终的一个关怀，就是 hospice， 就安尼发展出来。所以这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着讲三听三夫妻。咱来看顾着咱兄弟姊妹伫生理上无论是伊的食衣住行，还是心理上一个关顾，这爱透过着一个制度，这拢诚做是讲咱彼此服侍，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价值。今仔日咱的经文内面有看到几个重点。第一个部分，咱看见讲王对迄个正平的咧讲，这个正平的其实就是讲 right， 就是讲对迄个对的代志。若是安尼，咱先吼。对遐习惯用倒手的人吼，嘛爱甲伊回息的一个。好佳在即马伫在全世界到伫8月时阵，拢有一个叫做国际左撇子日吼。总是这是一个用法，讲迄个对正平的，就讲对对的。什么是对的呢？做对的代志就是啥？做对的代志就是特别咱看见着讲内面有两个精神是咱特别爱学习的。内面特别去讲着，讲遐个病关家的。也是讲伫破病，你去看，你去找伊。迄个破病，你去找伊。伫咱即个现代可能真简单。你著碰过沙咧，还是火提起，还是红包炸咧，你著去遐看。总是咱来想一个问题：犹太人因是迄种有洁癖的一个民族，所以咧，当有人破病，你去甲伊看的时阵，表示啥？表示讲你可能参与小吸着，你是无清气的。一个无清气的人是无法度进到会堂内面。甲兄弟姊妹做伙伫遐彼此交陪，嘛无法度进到伫圣殿去敬拜上帝。所以当咱的朋友、咱的兄弟姊妹，有人伫迄款破病的中间，特别需要有人关心的时阵，你愿意放弃掉你家己的一个权益，你又愿去甲伊看，哇！这确是了不起，这是主耶稣基督爱咱所做的一个精神。所以咱嘛想起着讲，当咱即马武汉肺炎。伫遐咧谈的时阵，真侪人呢，煞对遐医疗人员产生一款真歧视的一个眼光，好亲像讲因家己本身就是太高的，实际上因是上圣洁的，伊帮助咱咧守护即个安全，互咱有一个健康卫生的时阵，咱更加了解到讲，迄个破病你去甲伊看，迄款的精神。所以咱嘛看见圣经内面伊咧讲到，讲迄个被关家，你爱去找伊。被关家，你遐找，咱来想一个情景，特别伫台湾即个戒严时代，如果有人被关家，特别是这个人是因为讲政治的因素被人关家的时阵，你若好达去甲看，哇！你若回来的时阵，可能警察单位随时就去甲你点名做记号，三不五时就找你去泡茶，去找你开讲坐咧。这代表什么？代表讲，迄个你愿意为着你的兄弟姊妹。互人用歧视的一个眼光来对待你的时阵，你又愿意安尼做，
即款三疼三扶持，为人牺牲，啊，就的确是咱所看基督教的一个精神。但今仔日即个文字奉献纪念主日，我嘛想要甲大家做伙来讲，讲文字咧是安怎帮助咱会当彼此三疼三扶持。第一个部分，我想要甲大家分享讲，文字的一个功用，咱三疼三扶持，就是因为透过着文字，咱会去关心遐弱势者，关心弱势因有需要。啊，咱来看即个图吼，啊，即个图是有出伫讲即个当事者伊的一个同意吼，所以我伫即个公开场合啊，用伊来做例。这是玉山新学院的院长布辛达利牧师。玉山新学院伫2006年的时阵，到伫年底欠真侪即个费用，财务有一个真大一个缺口欠300万。哇！当因毋知影要办的时阵，煞个传来一个消息。就是玉山新学院因有一个习惯，因拢到伫年底的时阵即个师生吼，拢爱定期即个毋是到伫年底时，因拢爱定期爱去做即个劳动的一个教育师生带咧去扑草啦，整理环境。当咧扑草的时阵，无拍算即个布辛达利院长煞去互顾客会教着啦。哇！教一个咱赶紧为台东安尼紧。坐飞机送来到台北的马街接受治疗。当我听到迄个消息的时候，讲这声好啊，毋是讲伊许绝家就好啊，然后这声真有通报啊。我怎甲我的记者讲你去病院去翕一张相片，上好是表情较痛苦咧，但是袂使是假的了后呢，记者转来，我甲问讲安怎？有迄款表情痛苦，讲社长，迄也是假。我去看的时阵倒伫遐，迄骹整甲那面具咧，我当然足艰苦的啦。伫2006年年底时阵，教会公报特别用几遍的报道，特别阮捌有一遍伫咧头版来甲伊记录来写起着讲因的一个欠缺，以及院长叫绝家着的代志。即个代志，即个消息一出去的时阵。原本因欠300万，但是伫台南有一个真善良、真慷慨一个医生，个人就捐250万，解决因大部分的一个问题。咱知影讲每一年台湾教会公报社到伫年底的时阵拢伫遐咧，毋知今年到底有法度安然来度过无？特别今年到目前为止，阮嘛是安尼真困难中间因为受到即个武汉肺炎的一个疫情，即摆统计出来。是比往年差不多减文字事工的奉献减超60至80万中间啦所以伫迄年到年底的时阵，伫遐毋知想讲到底咱会当安尼安全无欠缺会当过无？我将即个故事咧甲阮的同工分享的时阵，转有一个少年查某囡仔目睭足大蕊安尼甲我看，伊讲社长，无你嘛去互抓加一个感谢主。我是无互抓加着，总是感谢咱兄弟姊妹，咱伫主的厅坛内面，咱三疼三扶持。公报社咧一年一年拢叫做是年年难过，年年过。且咱继续为着公报社来支持，嘛，互咱看起来讲三疼三扶持，伫即个文字事工顶面，咱的确会当透过着文字来彼此来看见着向遐弱势者的一个需要。第二部分，文字事工。透过着文字呢，咱安怎彼此三疼三扶持？伫心灵上，这个文字咧帮助每一个人记录伊生命的一个见证。咱来看这张图，这个中间这位穿蓝色 T 恤这位兄弟伊叫做黄树峰，伊的表情看着安尼真爱摇真无协调，无毋对，伊是一个天生脑性麻痹的一个兄弟。但是呢，这个黄树峰伊捌一遍。伊投稿伫公报社所发行即个《经心周刊》内面，伊的主题安怎写？就是亲像伫遐，伊的标题讲：我的主业是传福音。伊是安怎写呢？伊的见证是安尼写，伊写讲虽然我咧卖菜馆，但是我拢甲我的朋友讲，我的主业是传福音。迄个互我会当维持生活的卖菜馆的工作。对我来看，只不过是副业。黄树峰兄弟伊伫即个台南一个邮局门口，
伫遐咧卖菜券，所以伊伫遐写，伊写讲吼，邮局走人条啊，下边啊，我摆一个真简单的桌仔椅啊，但是桌仔咧，拢是刻圣经、刻经心周刊、刻真侪只福音的一个单张。迄个互我会当来维持生活的菜券，煞放伫一边啊，真无明显。啊，所以咧，我的朋友若来看我的时阵，拢毋敢相信，拢笑我讲，到底你是有咧卖菜券无？第二，这咱想看觅咧，迄个黄树峰兄弟，伊要做个人的表达，拢真困难。伊是互咱感受讲，这是社会中基层中的基层，弱势中的弱势。总是呢，相信伊要拍电脑，也是要举笔咧写的时阵，伊要讲出着讲，我的主业是传福音。伊要讲，互咱遮有能力的人更加来了解，互咱更加知影讲，安怎是慈悲感谢心来回应上帝的一个恩典。所以文字呢，帮助咱来记录咱生命的一个见证。那第三个部分，今仔我嘛要甲大家分享，讲文字的工作是帮助咱学会晓做该做的代志。伫教会内面，咱常常咧讲咱爱用疼心讲诚实话，因为用疼心讲诚实话，才会互咱行伫正直的道路顶面。用疼心讲诚实话，咱所看这圣经嘛常常记载着侪咱这先人啊，因有做了真无好的代志啊，总是咱爱勇敢来批判。所以咱来学习啊，透过着这文字，咱所写所表明，是要互每一个人学晓做该做的代志。20世纪有一个社会家叫做福柯，伊捌讲过，伊咧讲吼啊，就是今仔日咱所看即个被关家参伫破病带病的人吼，这不管是你带病还是变关家吼，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啊，所以拢爱穿制服。伊安怎讲？讲吼破病啊，你带病院，就是因为你无做该做的代志，所以你会破病带病院。啊，什么叫做无做该做的代志？讲亲像咱即马，咱来勤洗手，咱来挂喙罨，吼，咱就袂惊讲有地告讲即个武汉肺炎伫遐咧流传，吼，所以咱若做该做的代志的时阵，啊，咱就可能减去着讲去病院。啊，如果你若到病院，啊，你就爱穿制服。啊，伫被关家的人呢，叫做讲吼，做了无应该做的代志。亲像讲咱前一阵啊，看去着侪遮的吼，生意人伊为着要表明讲，我这是台湾籍的一个喙罨，啊，结果咧，啊，煞摕这中国籍来套咱，啊，这叫做讲吼，做了无应该做的代志，啊，所以伊可能就爱被关家，这拢穿制服。啊，咱即摆有第三种爱穿制服的人，吼，亲像咱看咱宪歌队穿制服，啊，这叫做讲吼，做该做的代志。什么是做该做的代志？是遮咱所看，做该做的代志是要学习主耶稣基督的精神。啊，伫台湾教会广播社的二楼，啊，是咧，就是台湾教会广播社台南门市的二楼，阮有一地安尼足大地十字架桌啊。啊，这十字架桌啊，足侪人爱伫遐啉咖啡、看册。吼，啊，今年阮嘛办一个抄经文的一个活动。吼，咱爱认真抄经文，咱莫黑白抄论文。抄论文你着互骗受，啊，你若抄经文，你的性命会得到提升。所以侪人伫遐咧抄经文，啊，抄经文你也是，但是呢，迄只真长的十字架桌啊，是要帮助每一个人。当咱徛起来，准备要离开的时阵，搁一遍想起着讲。人生，你无论你做任何准备，你到日落尾，拢爱学习主耶稣基督为着人洗骹迄款的一个精神。所以今仔日遮，伫咱周报内面嘛有夹一张阮的一个请安函，啊，有侪这个事工，阮相信，阮有把握，这事工拢是要邀请咱的兄弟姊妹，咱的人生来做迄种做该做的一个代志。而且最后我也要讲。请咱为着遮有欠缺的人，无论伫生理上、伫心理上，既然是有欠缺，啊，咱都爱三疼三扶持。啊，这是教会广播社吼，啊，阮今年真正的确啊，受到真大一个影响。啊，虽然阮嘛有做一个超前部署吼，
这个超前部署，就是因为这个实体礼拜人减少，所以阮会当用线上奉献的方式啦吼。啊，这个线上奉献吼，你若毋是你甲扫看卖咧，看扫了有会使奉献无？吼，啊若扫了会使奉献吼，100、200、500无算少，啊你5000、10000吼嘛无算多。啊，请你继续为着阮的欠缺啊，对阮的支持关心。啊，总是搁一遍啊，真感谢咱人文教会啊，恁的好所行，恁的所做啊，的确真做侪人啊，感受到是一间好搁尽忠的一间教会。也愿主继续伫咱的中间，咱彼此来补咱的一个欠缺。啊，伫咱祈祷了后，啊，我有一段短一个影片，要请大家做伙来欣赏，啊，更加来了解到目前教会公布，啊，阮整个报社，阮是安怎啊认真伫每一项的事工顶面，啊，阮拢真用心咧做这个代志，啊，一个真短一个影片要请大家看，啊，搁一遍感谢大家，咱做伙来祈祷。是阮的主万关的上帝，阮用卑微的声音，要来讲出着心中大大条条的感谢。主，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你会看顾。阮得时不得时，拢知影，更加爱参你亲近。参你亲近，就是阮性命一切保证。感谢你，伫即个地区设立南门教会，奉主你的名，诚做是金的灯台，是光是盐。恳求你继续引带带领南门教会，互侪人要因为这个兄弟姊妹的好所行，就更加来认捌主。也恳求主，你继续引带带领。互教会广播社所做一切事工，的确是帮赞正教会正兄弟姊妹认捌主，真好的一个器具。阮为着这个，搁一遍来献上阮的感谢，也来恳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
煞只三甲来吟圣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533首，我真爱讲这故事。请起立来吟。我真爱讲这故事，天顶后命后下代，论主嘅大眼光，伊记大真爱。我真爱讲这故事，因为我在细心，我心罕咸地久，也过盼悔的病。我真爱讲这故事，就天也讲这故事，永远新新的故事。少念听我的主，我真爱讲这故事，若想若有滋味，世间大项双梦，拢总到这袂美。我真爱讲这故事，因为你真我感激，所以把我所经过，望你来的理由。我真爱讲这故事，就天也讲这故事，永远新新的故事。少念听我的主，我真爱讲这故事，亲像夹起的声，大摆若想若出去，若讲也若好听。我真爱讲这故事，世人真多袂听。上帝圣经所记载，福音救人的声。我真爱讲这故事，天也讲这故事，永远新新的故事。少念听我的主，我真爱讲这故事，虽然听到熟悉，犹原那要那嘴答，伊无爱听高叫。到底眼光的所在，你今天顶的心，也是纪念这故事，救主真爱宝贝。我真爱讲这故事，就天也讲这故事，永远新新的故事。少念听我的主，会众请坐。
奉献，请叶宏一技师甲刘兆宏技师来书献。大家来吟奉献诗歌，请起立。行好处理面前，愿中心奉献，处理权灵永远。阿门，阿门。会众请坐。报告教会消息，欢迎大家做伙来敬拜吼。请第一摆来到本堂礼拜的兄弟，把你的名甲联络的方式留互阮吼。礼拜线嘛，欢迎留来做伙来交易。第二，今日是文字传道奉献主日，感谢嘛，欢迎教会公报社的社长彭牧师来敬道请安，请兄弟来支持用文字来宣扬神的荣耀甲基督救恩的事工。咱下段嘛有看到吼，即摆这个文字的宣告吼，足活泼的。大家即摆嘛足够用 FB 甲 Line 吼，大家嘛会使用分享的方式来支持吼。当然线上奉献的方式嘛会使吼。第三，中日同工后礼拜日吼，第二场礼拜要来就任，那请大家来准备心，那也为着即件代志来代祷。当日第二场礼拜了后，就要召开中日会。吼，请大家中日准备心来参加。第四，后礼拜日嘛是本会宣告基金的奉献主日。即个基金吼是要用伫咱教会福音队甲支援主内弱小的教会，请大家来关心甲奉献。第五。后礼拜日，咱要为着咱教会办公室甲牧师馆的整修完成吼，来献上感恩。牧师馆甲办公室嘛要开放，互大家来参观。第六，长青乐活站相连团契甲妇女团契要合办一日游吼，伫11月26号拜四要去桃园的 X Park。65岁以上800块吼，65岁以下1100块吼。这因为入园费有差别啦吼。请大家即摆就来办公室来报名。第七，咱有定伫11月7号拜六要召开年度的事工研讨会，请各组。阁有新旧任的会长开始来准备，提早把事工的报告甲计划交互办公室。第八，后礼拜圣礼典咱安排伫12月27号，
因为12月活动足济吼，那有兄姐要受洗，也是要信仰个别的，提早来将牧师报名，11月会开4礼拜的只要真理班，吼，到时阵爱来参加。团契消息，相连团契今仔日礼拜后有例会吼，是梅成淑姐妹来分享。请上年的兄弟留来参加，搬招团契吼。10月24号，要有一个户外郊游啦吼。嘛欢迎大家若有兴趣会使来参加，会使会长吼张慧宇姐妹来报名。台岛的事项吼，请大家。为着11月3号美国总统的大选，也是今仔日最重要的文字传道的事工吼，甲同工来台岛，佮有为着咱教会独身的长辈，甲住伫安养院的兄弟来祈祷吼。煞接请张牧师来补充。咱今仔日可能时间的关系，咱就无要行平安礼吼。我先来多谢方牧师吼。我发现大家拢无叫伊的名，我袂晓读伊的台湾名，毋知安怎叫吼。迄要安怎叫哈？蓝哦，蓝田哦，蓝田啊。多谢伊，互咱一个迄个好的一个分享。今仔日有一个长辈是杜牧师吼，杜英杜牧师。伊要用2分钟的时间来介绍伊著作一本真重要的册吼，因为今仔也是文理传道纪念主日，请你起来吼，2分钟的时间，伊要来介绍伊所写历史上的耶稣吼，这个是伊写的几啊届吼，所整理出来有真侪百度，伊要介绍这本，你要介绍以前，我正看到我2个美国的朋友吼，威医师。请你甲韦医师甲伊的太太吼，拄好倒来台湾隔离了吼。韦医师，欢迎你来甲阮做礼拜，欢迎，多谢。请杜牧师，请你用短时间来介绍。真感谢上帝吼！伫我要介绍这本册大先，我的大先感谢我的公主杜崇信吼。伫3当前，也咧读即个台湾新南院的时阵，有来咱教会实习，得到大家真好的指导甲照顾。即马伫准头前教会伫遐咧牧会，吼，伫遐牧会真顺遂，吼，叫我今日来爱甲大家表示感谢，嘛欢迎咱大家去遐搭访问，食水果，吼，遐水果真济，吼，今日我大家介绍我最近的一本册叫《历史上的主耶稣》吼，头拄咱任性是讲，我真爱讲这故事。虽然读到真熟，总是咱毋捌看，吼真济这基督徒真爱去以色列，总是吼这本册以色列大赛吼有介绍讲，要去以色列进前，爱大先看这本册，你才会清楚，无看了灰灰吼。因为你对这故事真熟，总是对这所在无熟，吼这本册有真好的介绍，吼我只有用这个台湾文学馆的馆长伊的介绍，看这本了的介绍，甲大家三甲来分享，吼台南有一间台湾文学馆，收藏几啊万本台湾出版的册，总是其中伊讲这本，才是真正介绍耶稣基督真详细的册，吼。读圣经是必须印互字，这本有1500几张彩色的图片来介绍圣经的历史以及耶稣基督传道理所经过的所在，吼这是真好的见证，吼我只有讲2张，甲大家分享就好，吼亲像讲旧约上要紧就是摩西上西奈山伫遐搭甲上帝交配40年之久，摩西甲上帝讲，你必须甲我讲话。你毋茫会当互我看见，上帝甲讲你若看见我的面，袂当活。我要对一个山谷经过，你爱美到石头旁来看我，迄个就是上帝将10条诫赏赐摩西所在，
要去遐看，爱爬4点钟的山，吼，透早2点开始爬到6点外，看日出，伫遐拉过落来，吼，伫即本33页所在，你会当看见真详细。这是上帝将10条诫赏赐摩西所在，非常重要。吼，搁一个，咱看讲，咱教会有12诫，耶稣10诫伫什么所在？就是伫即个各他，各他写做什么款？吼，伫即本册嘛有真详细的介绍，吼，有图真清楚，吼，各他是头壳碗，咱去遐看，真正咱看到这头壳碗的景色，这就是圣经真要紧的见证，吼。我只有用安尼甲大家分享。这本册有人赞助来出版，所以印彩色的，吼，那印乌白就超过2000块啊。印彩色爱印4遍，嘛是2000块，甲咱大家分享。这是咧分享传道理，毋是做生意啦，吼。所以咱若赞助文字传道，吼，2000块，你就会当得一本，会当做你传家宝，吼，多谢。上营信息400首，愿主仁爱甲你同在，唱线请牧师来祝祷，请起立来吟。愿主仁爱甲你同在，无论去啥所在，愿主赐你心心的安宁，甲你分享主的疼痛，亲像灯笼我心，希望有安宁，看见主的光。愿主仁爱甲你同在，无论去啥所在，愿主赐你心心的安宁，甲你分享主的疼痛，亲像灯笼我心，希望有安宁，看见主的光。同心咱领受。但即是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通好胆安尼讲，当恁通平平安安出去，我将恁交伫疼人主耶稣基督的怀抱。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主创造的人民疼叹，借着圣神的相通，甲恁大家三角伫地，到伫永世代无尽。阿门。哈利哈利哈利路亚，哈利哈利哈利路亚，哈利哈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会众请坐，灭倒，点甲。